僵屍機491歲零10個半月，白僵屍第170代。僵屍星491歲零11個月，黑僵屍第169代。喺好耐以前，相傳喺羅夢西亞呢個地方出現咗一啲好似係人，又好似唔係人嘅物體，佢哋就係偉大嘅僵屍一族啦。本來佢哋都算幾大族嘅，可惜冇幾耐，全世界興起咗食蒜頭嘅熱潮啊！咁所以僵屍一族亦都漸漸沒落啦，慢慢只係剩翻僵屍黑族第169代僵屍星，同埋僵屍白族第170代嘅僵屍機啦。喺一個風和日麗嘅晏晝，黑白僵屍就好好彩咁相遇到啦喎！佢哋一見如故，仲歡喜若狂，好熱情咁擁抱埋一齊啦。然後佢哋就經過咗馬車時代、噗噗車時代，直到依家嘅穿梭機時代，都係一齊生活，攜手大步向前，互相鬥氣。